小天儿，在这方面，我真的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。客气。星月，倒是你要理解小天儿，他这么做，也是将利益最大化嘛。利益最大化。凯文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毕竟以后大家都要一起开发这个小镇，与其成为敌人，不如强强联手，成为合作伙伴。你说呢？这都是怎么了？我真没想到。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。今天，山海公司闭门谢客，外来的客人一律不予接待。今天是我们集团的大日子，在今天的股东代表大会上，小天的表现非常出色，为我们公司争了光，使央金集团颜面无存。我们为有这样的一个员工感到自豪。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敬小天一杯，让我们一起敬小天。敬小天哥。谢谢欧阳先生。坐吧，放音乐。欧阳先生，这个太贵重了吧？小天啊，你记住，我给你的东西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不想给你的，你也得不到。你今后出去了，就是我们山海集团的代表，你没有面子，我就没有面子了。谢谢大老板。来，老板，您多喝点啊。来，好。哎，靠上。欧阳先生。辉哥呢？是啊，阿辉怎么没有来啊？大华，对，怎么没有叫阿辉啊？这样，叫阿辉过来一起喝酒。先喝嘛。小天哥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吗？我先去。来，有你在就可以了。小天哥，你真行。好，你们都干了啊！都干了，你们都干了。
清月，没事儿吧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而且这一次我们确实不占优势。其实我最生气的，并不是胜败，而是居然输给了那个样子的金小天。看着他在田安会上的样子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他了。我认识的金小天不是这个样子，他变了，真的是变了。干掉！辉哥，哎，那个音乐小声点。大家手里有酒杯的举起来啊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除了大老板以外，这是我出道以来跟的第一个老大，辉哥。我金小天有今时今日，多亏了辉哥。辉哥来。辉哥的酒杯呢？来，辉哥，这一杯我敬你啊！喝了多少了？别喝了。那小天哥，我们喝。上哪去啊？错开一点儿，过去。这要喝酒吗？我辉哥现在年纪大了，注重养生，不能喝了。你们喝，你们都干掉啊！阿黑啊，小天说你老了。他喝多了。欧阳先生，我有说辉哥老了。不是啊，辉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。来，我自罚一杯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说错话了，别往心里去。辉哥，我今天是真的是太高兴了，真的，我很开心。大老板也好，上海集团公司的其他人也好，你们所有人都看到我金小天的能力，我特别开心。但是我感觉辉哥你好像看不见，你情愿去相信天蝎那种货。你都不肯相信我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就像今天早上，你没看到当时的那个状况，什么叫做前有埋伏，后有追兵啊？也就是我，你换二一个，你换天蝎那种货，他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你喝酒吗？也就是我，对，也就是你，能让老板这么信任，喝酒都优先通知你。恐怕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这样的人就可以靠边站了吧？天哥，你骂我呢，辉哥？你是不是在骂我啊？我告诉你，辉哥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坐你的位子，我比你做得好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现在真的老了，你走路你都侧着个脖子走，你总是唯唯诺诺，前怕狼后怕虎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一定比你敢拼。真的以为你翅膀硬了是吗？你说我唯唯诺诺，前怕狼后怕虎。我告诉你，任何一个草率的决定，都有可能让你和你的兄弟乃至公司蒙受损失。
哎呀，不要吵嘛！啊，我经常讲，我们山海集团都是弟兄，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可以慢慢讲，不要吵架啊！杨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点喝多了。我绝对没有想冒犯辉哥的意思，我没有。辉哥，来，我先自罚一杯啊，我向你赔罪。对不起。这杯我给你买上。这杯你想喝就喝，不想喝直接到我头上 ，OK？这事情你怎么看啊？您说的是金小天和胡志辉吗？我觉得金小天很有野心，他才出头多久，就这么对胡志辉，您不怕他窜得太快吗？我要的就是他们这样。刘鹏和刘坤兄弟已经发展到几乎跟我谈条件的地步了，那我就偏把生意让给胡志辉和金小天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两个蠢货马上反水。如果让胡志辉和金小天走得太近，他们就会是下一个刘家兄弟。现在很好，胡志辉手下无人，难成大事；金小天单打独斗，我很踏实。老板说的是。你再晚到半个小时，我就真的大了。刚才这出戏演得不错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老板一直怕你我走得太近。刚才这一幕，应该是他最想看到的。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那你呢？我正好清闲一段时间。辉哥，你不会真的要打算洗手不干了吧？咱们两个人，你干我干，有什么区别？不过你要记住，这么多年，老板是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的。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他虽然可能表现得很信任你，但你做事儿还是要留个心眼儿。放心。李军，我劝你别趟这趟浑水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怎么会不在乎？尤其是你。可是我离任务终结越近，就离你越远。星宇，你能不能等到我跟你讲述真相的那一天？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回到以前？这都是怎么了？我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金小天儿，别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放弃。都不重要，我只希望你能远离危险，别再让我揪心。里边请，你们几个招呼一下，注意花篮。欧阳先生，真想不到您今天带了这么多贵客来捧我的场。我也没做什么，不过就是发了个朋友圈，很多来的人我也不认识，结果怎么样，还是要看你自己。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。不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好。你真的打算让欧阳和楚志海合作？你担心什么？不知道这小子靠不靠得住？具体说说。他这个人嘛，我是了解的，比较单纯，也没什么商业头脑。对我们来说，肯定构成不了什么威胁。但他毕竟是楚如飞的独子，我在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说的对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过，清白的生意，我们如果找理由不做，那不是节外生枝吗？对呀。胡志辉连欧阳也算计了。他用苦肉计让欧阳相信我，他自己想要避避风头，我绝对不能让胡志辉跑了。欧阳那边要抓紧，毕竟他才是最大的根源。抓住他之后，
胡志辉也跑不了。明白。还有，欧阳最近和楚之汉有生意来往，我正在努力调查，但是直观上没有发现异常。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但是一定要沉住气。好，我会尽力让楚之汉不要和欧阳集团有太多瓜葛。我们这边会再派人去侦查的，你安心挖掘欧阳的底牌，找到他的货仓，一举端掉，为民除害。楚之汉这个家伙，好好的上海不待，跑到这里来和欧阳他们搅和在一起。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，欧阳先生给了我这份工作，我就来了。我要听真正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破产了，我妈在医院里躺着，我需要钱。我没钱，我需要钱养活家里人。满意吗？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家庭债务危机，他又为什么可以跟我关系？我觉得小陈的提案很有道理。如果我是股东的话，我也会投他一票。你要理解小天，他这么做也是将利益最大化了。利益最大化？凯文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毕竟以后大家都要一起开发这个小镇，与其成为敌人，不如强强联手，成为合作伙伴。在这方面，我真的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小天哥，找我呀？把弟兄们叫上，去话了。这两天什么意思啊？想杀人灭口？报警！到底想耍什么把戏？我给你机会呢，报警啊！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我走了。我叫过你2次了，不让你走，为什么还留在这儿？欧阳先生没让我走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之前你为了李星月那么气急败坏，后来你又在会议上为了站我们这边，公开反水他。你能不能不要做事那么矛盾？还有，我听说你已经被李星月撤股了，等于说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还要死皮赖脸的待在上海集团做事。你告诉我是为了生存。生存有很多条路，为什么非要选择来投奔欧阳先生、投奔会客？我印象中的你，不是那么没有尊严的人。有些事情，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但有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起码我可以保证，下一次你再遇到今天这样的事儿，一定完蛋。
为了生存，人是会变的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你说这么多，做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把我赶走，怕我知道你在山海集团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走。放马过来。这给你的，有点烫，小心。给你拿勺子。香。好吃。我照着菜谱学的，熬了3个小时呢。怎么，想要一碗粥收买我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搬来李新月的。你难道看不出来胡志辉这人不能合作吗？我搬来李新月也没起到什么作用，你还是一意孤行。你知道吗？你打乱了我的局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欧阳他别有用心。你现在跟新月决裂，我觉得正合他意啊，所以他才会支持你。谁说的呀？你根本不了解欧阳，他呀就是想跟央金竞争。他看起来是要跟央金竞争，实际上呢？行了，咱不聊工作了，帮我再加点。怎么了？烫着了？
方姨，啊，喝酒了？我记得你以前好像从来都不喝酒吧？在这待久了也就习惯了。哎，过来喝几杯。好。哎呀，我自己酿的青稞酒，尝尝。自己酿的啊？好香啊！方姨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对那个人你们在喝酒啊？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今天？我今天心情好好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和凯文有那么一点小进展。真的啊？哎，进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跟我们说说呗。我告诉你，那恭喜你啦！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了。方姨，你不知道，我认识他这么久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善良、特别温柔的人，然后又有理想、有担当，是那种最好那种男生。不过，他现在家里这个状况，条件不如以前了。我不在乎这些啊，我可以陪着他一起面对。夏夏，你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特别好，祝福你。谢谢。给夏夏倒上一杯吧。好。星月，之前我对你有过误会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凯文他喜欢你，我向你道歉。好了，你们今天一个个怎么了？都来向我道歉了。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不要再说了啊！来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来，干杯！祝你越来越好。不过我挺好奇的啊，你说，剩下的
走了，方姨，晚安。哎，新月。